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驗測出放射性元素鈽，當局相信原本封閉燃料棒嘅組件已經被損壞。唐英年話：珠三角各地各有優勢，香港可以取長補短，強調唔會失去發展主動權。有澳門立法會議員認為，澳門樓價已經出現泡沫，呼籲政府要限制內部認購樓花。歡迎收睇鳳凰午間新聞，我係黃珊。睇睇詳細嘅新聞內容。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廠區入面驗測出放射性元素鈽，當局表示情況顯示原本封閉燃料棒嘅功能已經被破壞。而日本警察廳就公佈，地震同海嘯至今造成11,063個人死亡，17,258人失蹤。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話，核電站廠區內測到嘅鈽顯示燃料棒可能已經受損，原本嘅封閉功能已經被破壞，情況非常危急。但係保安院就強調，目前測到嘅濃度唔會影響人體健康。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喺記者會上話，相信喺核電站測到嘅鈽係嚟自反應堆。佢話，當務之急係為失去冷卻功能嘅反應堆同埋燃料池注水降溫。另外，東電宣布1至3號機組嘅渦輪機房地下室、通往海面嘅隧道以及通往地面嘅坑道內，都發現咗高輻射嘅積水。其中2號機組坑道內嘅積水更加檢測到每個鐘頭有超標嘅放射線劑量。另一方面，首相菅直人就話，佢喺地震之後第2日前往福島第一核電站視察，並冇影響核電站展開最初嘅應急行動。佢又強調，視察係為咗掌握現場嘅情況，做出對應嘅決策。佢話：目前唔能夠斷言核電站嘅情況發展，必須高度戒備。又形容今次嘅事件係2戰以嚟日本所面對嘅最嚴重危機。鳳凰衛視綜合報導。喺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並非所有機組都係用同一種類嘅核燃料㗎。喺大地震嗰陣發生嘅嗰陣，反應堆仍然係運作緊嘅3個機組入面，1號同2號機組用嘅係濃縮鈾核燃料，而3號機組就有危險性比濃縮鈾高出200萬倍，由鈽元素同鈾元素混合而成嘅非常規核燃料。鈽元素可以分為多種同位素，以而家最主要用嘅核裂變同位素鈽239為例，一旦釋出自然環境，半衰期長達24,000年，即係要經歷24,000年，放射性先至會減半。鈽元素嘅毒性好強，特別係由呼吸道俾人體吸入。原因係肺部對輻射特別敏感，若果被食用，鈽元素造成嘅傷害將會較低，咁但係仍然可以達至各個器官永久留喺體內，亦令到人體嘅組織暴露於可致癌嘅輻射入面。國家核安全局證實，東南沿海包括廣東省都驗測到微量嘅放射性碘131。而天文台就預計一股氣流由東北向南移，後日就會抵達本港，但係強調即使抵港嘅空氣含有輻射，亦都已經稀釋至極低水平。而天文台亦都同內地氣象部門聯繫，並且強調本港環境輻射維持喺正常水平，晏晝會召開記者會交代最新情況。另外，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會有緊急會，預料會商討核輻射對食物嘅影響。咁轉睇返其他消息，粵港關係越嚟越緊密。主管兩地合作事務嘅香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就話：雖然兩地發展步伐唔同，但係唔會影響大家嘅共同發展。咁唐英年又話：加強同珠三角省市嘅合作，唔會令香港失去發展嘅主動權。無論是旅遊業或是金融業，近年粵港合作越來越多。唐英年指，香港與廣東省各有優勢，如果能夠取長補短，對兩地的發展都有很大的幫助。
他以粤港澳3地早前展開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計劃為例，指粵港未來將繼續加強包括基礎建設等的協調，謀求共贏。而香港有關宜居灣區發展的公眾諮詢已經在2月結束，諮詢期前後不到1個月，有意見認為太短，擔心香港失去發展主動權。其實完全不存在被規劃呢個問題嘅。呢個諮詢我哋當初覺得其實唔需要太長嘅時間咧，就主要係因為咧係唔會因為呢一個諮詢，唔會因為呢一個宜居灣區咧而令到咧有一個項目喺未經過香港既定嘅程序之前咧去落實嘅。統籌粵港合作事務多年，唐英年指兩地的融合目前仍有一定的困難，包括專業人士資格認可問題。喺挑戰嗰方面咧，其實有時咧我哋係遇到一啲大門已開、小門未開嗰啲問題嘅。咁一啲小門未開咧，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專業服務嗰方面咧。因為專業服務，我哋當然係好希望能夠透過 CEPA 同埋透過粵港合作嘅框架協議裏邊，可以先行先試上廣東。除了粵港合作，西九文化區也是香港另一個重要的發展項目。董事局早前揀選了著名建築師 Norman Foster 的設計城市中的公園，有外界的聲音指設計太平凡。唐英年指在發展西九文化區時，會謹記以用家為本的原則，多聽藝術家以及觀眾的意見。鳳凰衛視周家紅香港報道。同唐司長傾完之後呢，我哋聽日會繼續專訪系列㗎。今次將會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恩岳探討下政府建議嘅自願性醫療保險對你同我有乜嘢影響。近年澳門嘅樓價不斷攀升，當局舊年推出多項抑壓樓市措施，但係成效唔顯著。有澳門立法會議員就認為樓價升幅已經達至泡沫水平，呼籲政府應該限制內部認購樓花。呢個位於氹仔嘅豪宅項目，預計最快喺2014年陸續落成。發展商最近公開發售大概700個單位，平均尺價係5000蚊港幣，最低入場費係400幾萬。樓盤只係推出咗2日，已經賣出90%。發展商話，買家入邊大概70%係澳門人，另外有2成半係嚟自內地。澳門樓市不斷升溫，唔單止係豪宅熱賣，今年以嚟樓價亦都節節上升。過去2個月，澳門樓價升咗1成至到1成半。有立法會議員話：熱錢持續流入，推高咗樓價，更加形容澳門樓市已經處於接近泡沫嘅不理性階段。我哋睇到個內地人啦，又或者係一啲香港人啦，甚至一啲香港嘅個體啊，我哋叫，甚至我哋知道有一啲嘅叫做娛樂界嘅人士啦，都係咁過億咁拎過嚟啦，就係橫掃可能係一浸嘅樓啦，又或者係一浸幾十個車位啊等等，呢啲情況都出現。舊年澳門當局推出收緊物業按揭等多項樓市降溫措施，但似乎就未見成效。李松正認為要加強樓花內部認購嘅規管。其實內部認購嘅時候喺而家我哋睇到就係澳門係完全冇任何嘅一啲嘅法例或者法規咧去規管呢個動作嘅，甚至我哋曾經係發現咧就係有啲樓盤咧直情係都未曾係批則。即係話佢能夠起幾多層都好啦，都未啦，政府都未能審批嘅，佢已經喺香港咧登緊報紙賣緊，所以呢個問題係相當嚴重。當局亦都就規管樓花銷售進行緊諮詢，預計年底至到明年初會推出。當地地產業界認為規管有利樓市嘅健康發展，對年內樓市嘅表現仍然具有信心。鳳凰衛視記者潘振如報導。而家先休息一陣，翻嚟會繼續報導。喺歐美聯軍空中掩護底下，利比亞反政府軍進逼卡達菲家鄉蘇爾特。拉丁美洲再出現 H1N1 甲型流感潮，委內瑞拉全國有400幾人染病，至少2個人死亡。